多谢俊平，大家嘛进香绕境活动咧发生的三娘抢救的场面暂眠。这个马祖乱桥通过赛里大桥，准备进入婚姻关。这个馆长张丽仙来咧出来要抢救，民进党这个赛里镇长廖秋萍呢，雄雄软起新桥的头前，为了要新人要这个算抢救呢，双方伫遐起冤家。本来伫后壁立委张家军呢，直接走去乱桥的上头前，甲挡掉咧，赛人呢。这个当场员工是咧公然抢救进行，好真个民众呢真正唔知要如何是好。大家嘛乱桥队伍经过西路大桥，入去到婚姻馆，馆长张丽仙准备要抢救。民进党籍的西路镇长廖秋萍雄雄徛在伊的边啊，双方为着上要抢救，当场弯起来。也不过因为现场人客人，惊会讲打到，张丽仙只好退来到后壁，面色是真歹看。本地伫后壁的立委张家军看到馆长阿哥退来到后壁，伊怎让去到媒体镜头前，直接将廖秋萍炸咧。来，这张好，OK。张家军让去到新桥头前，带领乱桥队伍继续行。三位政治人物抢要抢救的状况发生伫37点外。张丽仙认为，乱桥对彰化就比较婚姻，伊是馆长，都爱伊来抢救才对。因为人家庙方也是邀请我长，我当然是代表云林乡亲来恭迎大甲妈祖。张丽仙讲，乱桥就比较婚姻市区了后，廖秋萍第使以镇长的身份来抢救。也毋过廖秋萍强调，去年伊就是徛伫遮，是张丽仙要甲伊抢。也没有讲这样，去年也是这样讲啊，他跟我抢着要挡前面，不是我跟他抢。廖秋萍去年抢救时徛伫上头前，张丽仙徛伫中央，电南乡的董事长颜清飘徛伫上内底面。今年则变成讲，馆长甲店长抢要徛中央，加上张家军。电南乡的董事长颜清飘喊徛出来做公亲。哎，拢马祖啦，大家拢热情要请马祖，无啥物代志啦。颜清飘解释讲，当时两个人拢想要抢救，安尼加起来，乱桥内底有4个人，其实都真歹行。大家嘛抢救位置是大家上关注的焦点，政治人物小姐要徛中央，佮因为安尼弯起来，互经接乱桥的民众拢看甲硬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